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祷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创造宇宙万有，统管一切。我们心存敬畏，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地敬拜你，尊你为天地之王，万有之神。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在创世以先，已为爱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的供应丰盛，使我们不致缺乏。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以你的杖、你的竿来引领扶持我们，使我们不致失迷。我们在苦难中，你的恩典总是够用。你以大能的手托住我们，使我们能靠你站立得稳。主啊，你满有恩典与怜悯，你的恩慈乃是一生之久。到你面前的，你总不丢弃，也不撇下。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按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一切荣耀、颂赞与感谢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之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崇拜诗歌《古旧十架心灵粮食选》179首。我们1、4节一起唱，第2节弟兄唱，第3节姐妹唱。一起来。哥哥他山岭上，故里古旧十架，这乃是羞辱痛苦极行。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十架为我最爱最宝。十字宝剑，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公义冠冕。来，弟兄，第2节。来，副歌一起来。故爱高举十字宝架十字，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来，姐妹唱第3节。哥哥他只是家，虽然满有血气，我乃以此家家为美神。因在此宝架上，救主为我舍命，但我终贼是落寞安枕。一起来。故爱高举十字宝架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曾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我们一起来唱第4节。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一起做信仰的宣言。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起应今天的经文，诗篇111篇。对不起啊，诗篇31篇第9到16节。诗篇31篇9到16节，大家可以看我们墙面上的字，白色部分由思慧来起，黄色部分由弟兄姐妹来印。最后一节我们是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1篇第9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为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来祷告，
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三教区树林约翰堂与陈信成牧师来祷告，愿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的身心都健康。我们为台湾的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主赐予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全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疫情来祷告，为我们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给他们平安，工作顺利。以上是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的，阿们。我们起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请郑宝华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经文第一处在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9节前半段。以赛亚书在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旧约804页。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第二处经课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在教会的圣经本新约217页。腓立比书2章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有2处。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7章1到12节，新约圣经第7页。马太福音第7章1到12节，由我来诵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第二处在路加福音第6章36到42节，新约圣经第71页。路加福音第6章36到42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2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现在由诗班献诗，因他活着。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区的区长辛俊杰牧师，现在由辛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为善是瞎子带瞎子，好危险。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1、2、3、4。很抱歉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个子比较高，这个讲台像高雄卫理堂的讲台更低了，比这个更低，所以我几乎是在我的腰部啊，我就这个在这个讲道上面对我而言有一些限制跟困难啊，这我为现在的情况向你们道歉啊，很抱歉啊。那我10几年来，从我毕业到现在，我都是一直在台前的讲道啊，我不是在台上讲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传讲的方式，跟弟兄姐妹，我喜欢靠近弟兄姐妹啊。好，
我们就来思想这段话语啊。那有一个妈妈呢，就是她跟女儿是在一起洗碗盘的。那爸爸和儿子是在客厅在看电视，突然厨房里面传来了这个打破碗盘的声音，而接着呢就是一片沉寂。儿子看着他的爸爸说：“这一定是老妈打破的。”那爸爸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知道呢？”儿子说：“因为妈妈没有骂人呢。”亲爱的，我们常常会以不同的标准来看别人和自己，以至于我们是责人以严，待己则宽。人真的很奇怪耶！帮助我下一页，这个遥控器帮助我一下。我要今天会有很多的投影片啊，我们也会查考经文，所以长辈们用听的就可以了。帮助我一下。人真的很奇怪啊！你想想看，人是不是在本性当中是很容易健忘的，以及会永远记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1秒钟之后就忘记了我们刚刚自己所犯的过错，然后呢，忘记我们过去这些年来曾经许下了许多的诺言，但是人他却总是忘不了别人偶尔的不当之举。很多人在发现别人犯错的时候就会加以指责，但是自己有过失的时候呢，就会得过且过，给自己找出很多的借口，甚至马上会甩锅给别人。对于这种现象，耶稣说这叫做伪善。马太福音7章1到12节是一段很难解的经文。耶稣，你是老师耶，你又是很尊贵的人耶，你怎么会骂人是猪是狗呢？你骂的还真难听。如果耶稣你不是在骂人，那么你口中所说出来的猪和狗又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蔡牧师，我需要遥控器。这2节经文，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背得很熟，就是朗朗上口。大家都知道这2节经文呢，那当然是在鼓励我们要不灰心的不断的祷告，难道不是这样吗？连主日学的小朋友或者是慕道班的新朋友都知道啊。但是这2节经文，我们要问，真的它就一定是有关人祷告主就必定会应允的意思吗？会不会这2节经文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呢？会不会和我们所理解的很不一样呢？伪善的人喜欢当法官。今天的主题经文对我们大家，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个大灾期，我们即将从这个今天开始就进入圣周，我们需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来学习、来操练。好，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章1节这个请告诉我，在龙光堂的圣经是第几页？来，年轻人都要翻圣经，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翻好多处经文。长辈们用听的就可以了，长辈们用看投影片就可以了。告诉我，龙光堂的圣经马太福音7章1节在哪里？第几页？对不起，第7页。来，第7页看到了吗？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会审断你们。好。第7页，请你手扶着，继续，我邀请你翻到路加福音6章36节，刚刚的那处经文手扶着，请你继续翻到路加福音6章36节，第几页？
路加福音6章36节，70页，请翻到70页。路加福音6章36节，你们要仁慈，正像你们的天父是仁慈的。好，请你手也扶着，手扶着。如果我们将这2处的经文同时间来阅读，你仔细看哦，那么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7章1到12节这一整段的经文，其实就是接在路加福音6章36节，你们要仁慈，正像你们的天父是仁慈的这一节经文之后，可以吗？点个头一下。好，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哈。好，接着我们看到，你看你的圣经路加福音6章37节，在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在这一句话之后还有什么呢？来说说看，还有什么？大声一点，来。就不被定罪，你们要怎么样？就必蒙饶恕，是吗？好，很好，手扶着圣经。好，我们的中文圣经和合版圣经，我们在新约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一个论断这个词，大部分我们出现了100多次。那因为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会有不同的层次跟这个意思。大致上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有论断、审判、定罪、受审、审问、审查，大概有这些意思啊。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这是100多年前的翻译哦。那如果是英文圣经，那它大概就是 judge 这个字而已，就这么简单啊。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其实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太了解了啊。也就是旧约的圣经提到很多次，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审判者。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外貌协会，我们很多人都是人看人是看外貌的，只有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耶和华上帝他绝对不会是恐龙法官，只有上帝的审判才会是公正、公平和公义。那只是这个你看到整个旧约，犹太人他们就是常常会自动忘记了，有的时候甚至会故意的去扭曲、去歪解。在这个我来调派到高雄卫理堂之前的前一年好像是当年，我跟新师母我们就去欧洲旅游，去奥地利旅游。那我们在奥地利这个维也纳市区旅游的时候，就主日崇拜，主日的时间他们也在这个非常多的教堂那各式各样的漂亮的教堂，他们很多人都在里面做弥撒。那我们参观弥撒之后，我们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是游客它有一个红绳子。那我们就在教堂的外面就聊天。我们这个台湾团的其中一个团员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跟我分享因为我们在等候大家集合的时间，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自己去西班牙旅游，那么他就发现这个在深夜11点的时候，还有成年人他抱着婴幼儿在这个街上逛街，就是散步那他很难以理解，他认为这个幼儿是受虐的，这个成年人是剥夺了孩子的睡眠时间。可是事情的真相却是西班牙他们几百年来，他们西班牙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午睡的时间可以长达3个小时之久，也就是午休3个小时。那你要睡觉不睡觉都无所谓这个是国家法定的时间。那么到了晚餐，全国的人民，有钱人、没钱人、做工的做老板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是9点钟才开始吃晚餐。
那么这个更悠闲的人可以吃到11点钟才吃完晚餐。那么当他了解之后，他就笑着跟我说，原来他犯了这个自大、自以为是的批评。你们不要论断人。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一点都不是说，我们不要按照事实来慎思明辨，来分别是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而是耶稣说，你不可以将你个人的成见、主观意识、你的偏见，就掺杂在客观的事实里面，然后你对别人进行恶意的批评。耶稣谈的是这件事情。亲爱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领受了主极大的恩典。教会一点都不是法院，教会是一群生病的人聚集的地方。教会一点都不是 holy， 教会不是天堂，教会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地方，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之所以在教会，我们乃是要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医治，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的爱，我们接受包容和宽恕。教会一点都不需要法律的审判，教会要的是爱的供应，教会是生命永流的地方。如果任何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舍本逐末，你不去追求你个人属灵生命的长进，你不去追求你个人属灵生命的更新，而你却不断的去追求圣经的知识，你参加了比如说像是神学院的延伸制课程，你参加了神学讲座，或者是你拿了一个神学博士的学位，那么圣经知识，这一切你所知道的圣经知识，就会不知不觉让你成为审判官，你会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隐形的审判官，你就会用你所得的知识去定罪于别人。这样的人就一定会伤害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一定会伤害教会。如果我们不要论断人，那你就需要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唯有人的内里满了亮光的人，你才能够不去论断别人。一般人之所以会批评论断别人，乃是因为忘了我们自己有很严重的双重标准，乃是因为不认识自己在神的里面也不过就是一个败坏的人。一个越认识自己的人，他就越不敢把手伸出来指责别人。一个越认识自己的人，就越不敢张开嘴来随便批评别人。一个越认识自己的人，对别人也就越恩慈宽大。我们看第2节，眼睛看第2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量器就是我们就是那个量取食物的这个器皿啊。亲爱的，神给我们对待人的法则有2个，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神告诉了我们，就是这一个凡事你以公义待人的，你就会受到公义的对待；凡是以怜悯待人的，你就必得到怜悯的对待。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经文，请。怜悯原来是向谁来夸胜？怜悯原来是向谁夸胜？耶稣来了，耶稣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耶稣来了，耶稣是带下了天父的爱，耶稣的爱是要来更新我们，是要医治我们。耶稣没有要来这个论断审判我们。亲爱的，只知道衡量别人，
却不知道以同样的眼光来衡量自己，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人是圣经说是好人，没有的。没有一个人也是完美无缺、无可指责的，没有。如果要避免被人指责，那么你就先不要去指责别人。而且我跟你，你跟我，我们大家犯的错误的情况也都差不多。所以无论你是根据什么理由来批评别人，那么你就要预备心了，因为别人大概也会用同样的理由来批评你。当你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请你先不要觉得很生气，你很愤恨不平，非常有可能那是因为你也都是这样同样的批评过别人。我们来看第3、第4节。为什么你眼中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你眼中有大梁，怎么能够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好，那个刺是木材上面的小屑片。梁木呢，就是我们古时候的房子，这个中间的大梁一定是大木头做成的啊。一般批评论断别人的人，往往都是看到别人的小小缺点，却看不到自己更大的过失。每逢你挑剔别人过错的时候，你必须想到你自己有可能是有更大的过错。在我们《论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小人无错，君子常过。”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小人这一号人物小人这种人，他都永远觉得天错地错世界错，他自己永远没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这叫小人。《论语》说，正人君子呢，他是一个会常常反省自己过错的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对于过失大小的看法，常常是很不准确的。我们和别人互动往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耐心和爱心。凡是喜欢这个批评别人的人，大概就反映出他那个里面缺少的就是那个最需要的爱心。我们里面，如果你有了更多的爱，你就不会急着想要脱口而出，你不会急着想要去批评别人，你不会急着马上想要伸出手来指责别人，不会的。而且反而是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你会涌流出更多的怜悯和恩慈。亲爱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别人，别人也就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请让我们要先让自己受主的对付，你才有办法来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对人真的有帮助，这乃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先被主对付过了，你有这样的经历。十字架的功课是什么？十字架的功课一定是先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的，不要叫别人去背十字架，你自己的十字架你怎么不背呢？我们来看第5节。你这伪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么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我这样说，他说：“西姆斯，你知道吗？这种人他就明明已经眼睛有一根超大的阿里山神木，他的眼睛就已经被挡住视线了，那他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眼睛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木屑呢？”他告诉我说：“西牧师，我跟你说，这是因为这种人他会从他的眼睛里面这一根大木头当中的小洞洞，从大木头当中的小洞洞，就看到别人眼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木屑。”亲爱的，在耶稣的教导当中，耶稣常常指责当时候的宗教领袖，
耶稣责备这些宗教领袖说，也就是他们完全缺乏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你看看你看看你的圣经，创出历这个叫做太可路约，法利赛人总是这么样的要求别人，多过于要求他自己。耶稣把这一种欠缺自我反省的人，耶稣说这叫做假冒为善。这个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成叫做伪善我们和合本叫做假冒为善，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为伪善。所以耶稣很精准的指出，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就是属于伪善的人。耶稣要我们提防这些宗教领袖。我们来看路加福音6章39节，你的手翻过来一下，我刚刚请你手扶着，有吗？路加福音6章39节，耶稣就直接告诉我们怎么说。耶稣说好，我们千万不要陷入那一种好像是瞎子带瞎子这样的危险方式。也就是耶稣说，你要常常的自我反省，这是除去伪善的一个好方法。41到42节，你看你的圣经41到42节，41、42节，它是在解释39节。瞎子不能领瞎子去走路，因为人的眼睛里面，如果你已经有一根大木头了，那这一种人就等于是瞎子一样，他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标和方向，他怎么能够去引导别人走正确的道路呢？2，你有智慧与分辨能力吗？我们一起来看第6节你回到了马太福音7章6节，翻过来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不要把圣物和珍珠丢给猪狗。这真是一段超级难理解的经文我印象很深刻，每一次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怎么读都读不通，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这每次读就卡住了好，我们来先看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圣物。圣物指的就是天国的真理，也就是你手中圣经的真理，这个就可以是圣物了。狗是什么呢？圣经是指那一些不认识耶稣、不知道圣经真理的人，特别是包括愚蠢愚昧的人，就是猪和狗那么狗这件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同声来读腓立比书3章2节，请。应当再来下面，愚昧人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好，圣经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狗？珍珠就是这个圣经当中非常宝贵的属灵真理，还有那个属灵的经历。那么猪呢？猪就是这个，你看彼得后书，彼得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在当时候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用词用语彼得牧师他是怎么说的呢？请。所以说，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好，这个是彼得对于教会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得到，当耶稣他正在向门徒们这个教导真理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刚刚好，也许刚刚好就在那一刹那，有一只猪就跑过来了就在他在传讲真理的时候，刚好又有一只狗跑过去了。所以耶稣，你还记得他是最好的这个圣经老师吗？他常常是就地取材的。他很快的，耶稣就看到这个画面，耶稣就拿猪和狗来做这一段比喻的教导。猪和狗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很难听，而没有人喜欢被称为猪和狗，那是骂人的。可是对于耶稣时代的文化背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一点都不是要侮辱谁，而是大家在用词用语的表达上面，这表达了叫做忠言逆耳。当然，耶稣也会使用他是这个你从小在这个会堂里面读书的人那所以他也知道他们犹太人的用词用语跟文学的体裁方式，所以他也会有的时候你看圣经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好多次，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个4句话交错来搭配使用比如说第1句话要搭配第4句，第2句要搭配第3句。如果是这样，那么用我们现代的这个语言那会不会就变成这样子呢？不要把圣物给狗，它会转过来咬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这样会不会比较通顺？你觉得呢？没有人觉得通顺。好，没关系这个在我看来，已经这样的摆放的方式，这样的摆放就是这样的调整，是比较容易理解原来耶稣在说什么，是比较通顺的特别是我会鼓励大家你尽可能的使用，就是如果你不是常常读圣经的人，你要尽量使用现代中文译本那么耶稣就透过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耶稣要对你对我说的是，就是他说耶稣说，就算你了解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他犯错的完整事实，你都要用爱心带领犯错的弟兄姐妹，让他悔改。你的劝导就像珍珠一般的宝贵，但是犯错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因为你提到了他的过错而恼羞成怒台语是不是叫 keep in？ 好了，算了，好了，就你跟他讲事实你跟他谈事情的真相，那他就 keep in 不仅他不愿意接受你的劝导，反而他会用无理的错误的言语或错误的态度来伤害你了。这个世界传福音不是不可以向你周围的人做见证，而是说的确有一些属灵的真理和你生命的经历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常常被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常常被别人嘲笑，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要转过来让他打。像是这一类的圣经真理，或者是你被神试炼过，你被神管教过的经历，这些都一点都不适合向未信者来传讲。我们不要将基督的真理跟属灵的奥秘之事对那一些属血气的人来讲论，因为属血气的人，保罗说他们一点都不会明白属灵的事情，即使你在他面前讲了，也好像就是对牛弹琴。这些人他们不但没有领会，反而会让他们产生误解，他们会反唇相讥，他们会用错用的，他们会故意，有的时候是不小心，有的时候是故意用错误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来对抗你、攻击你。这件事情在网络上面到处你都看得到。亲爱的，我们和别人分享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对方领受的度量他的生命的宽广之处，那么你还是倾囊相授，大概不止这个宝贝被别人践踏了，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请记得，任何属灵的经历是为了造就我们来分享神的恩典的器皿。我们必须善用属灵的经历，你才能够去流入神的恩典，去造就人，否则反而是会败坏人的。3，因为爱，你愿意为对方
找个理由吗？请你的眼睛看第7、第8节，我们一起来看啊。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就开门了啊。这2节经文当然非常宝贵喽。对于大部分这个几十年来，对于大部分基督徒，对于祷告蒙应允这件事情啊，当然是深信不疑的啦。啊，特别是如果你看到和合本原来的版本，对于祈求啦、寻找啦、叩门啦这3个行动，那他是说的非常精确，毫不含糊的。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你就看到了是什么呢？你的眼睛如果往下读的话，啊，长辈们看投影片，就是你们中间有谁像儿子一样跟父亲求饼的时候呢，反而父亲会给他石头？那儿子们跟父亲求鱼的时候，父亲会给他蛇吗？不会呀！你们虽然很不好，这些你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亲，难道他不会把更好的东西赐给寻求他的人吗？对呀，亲爱的，这整段经文看起来，祷告蒙应允，那就是这个铁板钉钉，绝对是铁定的事实了。单读这几节经文，但你一定就会相信呢。那圣经是在鼓励我们大家在祷告吗？多多祷告，对吧？不对哦。好，我了解。好，你们都不跟我回应。那个招待同工门关起来。你们再不回应我们，我就今天开讲啊！我跟蔡牧师轮流开讲到今天下午4点钟才让你们回家吃晚餐。那个招待同工准备去订便当啊！我们高雄卫堂负担了啊！你再不回应我们都不要这个散会了啊！可是你的眼睛，我邀请你仔细的看看上文，我邀请你的眼睛看看下文，你就会仔细的看之后，你就看到了整个第7到12节这整个段落，你会有不同完全的理解。我们先来看，反过来说7到12，我们先来看第12节。所以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就得怎样待别人，这就是摩西法律和先知教训的真意义。请注意看啊！我邀请你注意看这一节，一开头是哪2个字？所以就表示他要让我们来理解12节，而12节帮助我们去理解7到11节。可以点个头吗？你们再不好，你们不点头没关系，那个门关起来。你们假装点个头好不好？离我一下好不好？你们蔡牧师从来都不邀请我来你们龙光堂讲道的，我叩门没有人开门啊，我打电话没有人接电话啊，真的啊，接得好，你假装也懂一下嘛，你不懂也假装一下嘛哈，我都喷那么多口水了啊，亲爱的，你看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5、6、7，登山宝训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纪的第1篇讲章。就是逐字稿，耶稣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出现这个舞台当中，第一次对世界来传讲真理、天国真理，就是5、6、7这3大段落。那么耶稣到底要说什么？耶稣讲了半天，耶稣说：“你们都不要误会我，我虽然是弥赛亚，是天父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但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哦。”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你们过去所读的旧约，我来的是要来成全。那么，究竟这5、6、7 3章核心信息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们眼睛所看到的7章12节说这叫做摩西的法律和先知教训的真意义呢？原来，耶稣要我们的理解的方法是，你要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段经文，也就是耳朵张开，注意听。等一下我要问你们：你期待你的上帝将来怎样饶恕你？那么你现在
就要怎么样的去有机会可以回家准时散会啊。我再说一次，这一段经文，整段经文讲的是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现在就要这样的来对待别人。是我们虽然在实际，就是我们在实务上，在工作职场，在学校，在教会，在家族，在整个亲戚团体当中啊，在社区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好，耶稣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啊。那但是呢，我们这样理解还不够哦。其实耶稣讲的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耶稣说，注意听，你自己对于你的上帝以前怎么对待你，你的上帝现在怎么对待你，你的上帝将来要如何对待你，以至于你搞清楚之后，你就会晓得，原来我现在的每一天，你就必须要这样去对待你周围的人。阿们吗？理解了吗？理解。我确定我们准时散会。第7、第8节，耶稣谈到了祈祷这件事情。哦，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从主日学台中卫理堂的主日学到现在，我都会背这节经文。当然，我背的哩哩啦啦。从上文、下文，你来理解。那耶稣在这的意思，并不是注意看你的圣经哦，你耳朵听我说，你眼睛在看，你帮我做个确认哦。耶稣在这整段经文根本就不是，耶稣不是保证你拼了老命，一天有7个小时在祷告，那么你就一定会有所回报。也不是耶稣要建议你要更多的通宵祷告。当然呢，西牧师，你别搞笑了，你难道不知道祷告很重要吗？我知道啊。可是祷告的确重要，祷告也是神赐给我们神儿女的祷告的权柄啊。问题是，祷告根本就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好，亲爱的，耶稣在这里，他的核心教导、核心意义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在这整个段落，耶稣要说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跟主求呢？你到底要求什么？开玩笑，我儿子马上就要台大放榜了，怎么能够不金榜题名？我从国小、国中、高中花了多少钱让他上长颈鹿美语补习班？开玩笑，主啊，你看到我怎么爱这个儿子了吧？啊，我们祷告就是主啊，台积电就那么一个名额，我预备了3年了，我就要进台积电。主啊，那个姐妹我暗恋多久了？我根本就不会唱诗，我非要为了她参加唱诗班。哎，这就是我们祷告，不是吗？哎，你们不是这样祷告，你们都很神圣，都很 holy。你们等一下到门口一个一个讲给我听，你们祷告什么？耶稣说不是这样祷告。耶稣说在这里，至少在这一段经文不是这样祷告。耶稣的是宽恕。耶稣说你们要学习的是宽恕，而不是审判。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仰的群体不可以有审判，教会里不可以有审判，那个是严重的错误。你跟我，难道我们都没有过去吗？难道我们都没有过去被主赦免的经历吗？难道你跟我都没有过去吗？不为人所知的过去吗？我们都经历过主的赦免，主盼望你和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永远都要记得宽恕别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对待别人？那么你现在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能够明白第6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很难了解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提醒，那就是耶稣说，不要让当时候的宗教领袖，
不可以，他们糟糕透了，他们哪有资格来审判弟兄姐妹？不可以。请记得，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说，今天的教会的领袖完全没有审判人的资格权柄，因为教会的领袖完全没有资格。没有的原因是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不完全，我们常常是双重标准。如果按照教会领袖对上帝的认识而定下的行事准则，那么就一定带来灾难，就一定会带来教会的伤害。我再说一次，如果耶稣说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如果耶稣说现在的教会领袖，如果按照他们对于上帝错误的认知而定下的行事准则，就一定会带来教会的灾难。理解了吗？理解。所以7到12节不是教导你祷告一定会蒙应允的应许，不是7到12节，也不是要劝你要祷告。7到12节乃是教导我们要以恩慈来对待别人，不要对别人酸言酸语。我个人超级讨厌别人说酸言酸语的话，我觉得非常要不得，非常糟糕。如果你有话要说，你就直说，你不要酸言酸语。我觉得这是糟糕透了。如果你是主的儿女，我更要这样说。请记得，到主再来的时候，注意听，也许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如果主耶稣今天下午再来的时候就来了，也许主可以对我们稍稍的宽容，因为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哑口无言的，我们一定是无话可说的。而你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预备好你自己。亲爱的，你愿意为对方找个理由吗？亲爱的，因为爱的缘故，你愿意为对方找个理由吗？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经文，请。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亲爱的，使徒雅各这样劝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行事为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牧师、传道、师母有资格去论断别人，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所设立的，在创世这万古之先，如果有设立的这个律法，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准则，只有一个人，就是耶和华上帝。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受造者，你是谁？你怎么有资格去论断别人呢？亲爱的，事情常常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那一面，神所看到的常常是你跟我都看不到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说眼见为凭，是吗？而事实上，科学家、心理学家、医生一再告诉我们，人的心就是会被你的眼睛所蒙蔽，人的眼睛一定会说谎，人的眼睛是最不精准的，人的眼睛常常是有错觉的，很多的事情不是眼见为凭，一点都不是，因为你的眼睛常常就是会欺骗你的心，而使你失去了正确判断的决定能力。请你用你的心，不是你的眼睛，去感受你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不要再用你个人的狭小的眼光去论断那么多的事情，而是你反而要从你的心里面，你去看见神的祝福，而且你能够去领受神在你生命当中所隐藏的恩典。亲爱的，无论是在家里、在工作职场、在学校、在家族、在社区、在教会中，有时出现差错，那非常正常，那都是难免的，一点都没有关系，好吗？教会的主日爱宴啊，怎么那么闲啊？你回家喝开水不就好了吗？你不要当众就批评说，哎，今天是谁主爱宴？你管他谁主爱宴，你不吃就回家吃便当啊，吃你的饭啊，不要嫌弃别人所煮的饭。你有本事你自己去煮爱宴，听得懂吗？这意思吗？听得懂吗？不要批评，教会不是来让你当老板的，你没有资格当老板。你有本事你就去煮爱宴啊。教会讲的是爱，是包容，是接纳。大堂插的花，你学的是日式流什么流什么流的，你好几段，对，你很厉害。大堂姐妹插的花千辛万苦，人家插的没有你好看，那有什么关系？告诉我，花是插给你看的吗？花是给谁看的？神。花是我们要献给神的，花是代表你跟我们大家那个馨香的祭是献给神的，不是让你来这个品头论足的，不是让你来打分数的，好吗？花不是让你说插的这个真难看。亲爱的，教会有任何弟兄姐妹出差错，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不是一错再错，我们可以来修改，我们修正，我们调整，我们学习就好了。我们所要的乃是有一个将心比心，我们要学习的是换位思考，我们要学习的是以恩慈、以爱去对待教会的男女老幼，不要批评论断别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样的去对待别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愿你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被圣灵光照之下，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我们是何等的双重标准，我们是何等的常常甩锅。愿你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人。这个世界除了你以外，我们都不完美。这个世界除你以外，我们都需要被爱、被接纳、被医治、被更新。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恩慈来相待。更求你圣灵，让我们真是明白，你过去怎么赦免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就怎么样去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恩慈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涌流出来。愿祝福，愿你大大的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得着你的赦罪之恩。我们也来学习去宽待、去宽恕在我们周围身边的每一个男女老幼。谢谢圣灵，愿圣灵继续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原是不配，乃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从小就很羡慕长得很高的人，从小人家都说我很骄傲，我用鼻孔看人。我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因为我太矮，东西常看不到，所以我都这样看。那今天谢谢牧师把这个搬回来，不然呢，我就要用鼻孔看大家了啊。好，我们来背诵今天的金句，《路加福音》第6章36节，很好背，我们试试背看看。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路加福音6章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路加福音6章36节。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奇妙十架》心灵粮诗选186首。我们唱全首。姐妹，我们现在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满有恩典、厚实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于主。诚心所献，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
请坐，请坐。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有坐在4楼的许文轩和李奇贤2位，是彭昌介绍来的。虽然下面人看不到你，不过还是请你起立，我们欢迎你。请坐。还有一位肖秀玲。好，我们来鼓掌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现在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第2次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问安，不握手。好，请坐。现在由我来报告今天的报告事项。今天是棕树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教会依然是依照卫福部2级防疫的标准。我们主堂虽然已经解除了聚会人数限制，但是仍请会众依循我们教会的防疫规定，严格的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能够营造我们良好崇拜的环境。我们要注意的是第3点，本来主日后呢，我们要在6楼，要在2楼召开儿童夏令营的筹备会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暂时的取消，我们择日再另外举行。请注意啊，今天是2点半的儿童夏令营的筹备会议暂时取消。请看第4点，从3月2号起一直到4月16号是教会遵循的传统的大斋节期，邀请弟兄姐妹在40天当中每天有1餐禁食的祷告，并且将省下的金钱能够作为教会仁爱捐，使得教会能够运用在社会关怀事工上面。那教会呢，将在4月17号复活节主日有安排受洗及转入会籍的礼拜。目前呢，已经有5位弟兄姐妹报名要转入我们教会，非常欢迎他们，愿他们转入能够顺利。那请大家也为他们祷告。在主日后的11点半，在6楼，请这几位报名的弟兄和姐妹能够去6楼上课。教会制服艺人学院已经开始上课了，我们要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所开办的这个班级，能够为他们
祷告，因为这是他们能够进入教会接触福音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呢为此来祷告。那教会安排在4月15号，就是5天后的晚上举行基督受难日的祷告会。星期四的祷告会就暂停一次，能够就是合并起来一起在星期五晚上举行。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出席参加，与主同受苦，并且警醒片时的祷告。教会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欢迎弟兄姐妹，你随时可以插入，不要因为你之前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你就不敢来。请你愿意的话，能够随时的加入来上课。那要报告一点，就是经典诗歌介绍与教唱，我们要仍然留在3楼的上课啊，因为我们的乐器都已经搬来这里了，所以我们就继续留在这边上课。那教会星期三晚上7点到9点有开办卫斯理传奇的课程，总共8堂课，请学员们能够准时参加，并且大家来为此祷告。卫理神学研究院新学期的神学导论的课程已经在本堂开办了，也为我们教会的延伸至的神学教育来祷告。那我们也纪念今年要升大学及高中的考生，升大学的有郑优、瑞恒和博仁，高中的有寻森，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教会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参照研经释义的进度来阅读。我们教会的收支表及4月份的执事会会议记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能够关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本堂呢预定要新聘新的干事，求上帝能够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人选来接任干事一职。如果有意者的话呢，需要你备妥你的履历来交给黄介良执事或是牧师，会跟你约时间来面谈。有关肢体消息呢，我们就暂时的省略。补充一些报告哈，我们本来是今年希望要办夏令营，但是很抱歉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因为我们大人都有打过疫苗，所以比较安全，但是小朋友其实都没有打，所以我们考虑的结果是我们为了考量小朋友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今年的夏令营还是会停办一次。那希望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祷告，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夏令营能够集中的把孩子们能够有一些暑假的时间，可以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的造就。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让很多事情很难做，所以我们期待求主给我们的这些儿主的老师，还有这些同工们，关心儿童的这些同工们，他们能够有机会，还是可以坐在儿童的身上，只是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来祷告跟关心。那这一周的礼拜3的卫斯理传奇的部分，因为牧师要开会，所以没有办法来上课。那所以请大家这一周就先暂停。那我们下一周还会再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上课那另外最后的这一项就是因为我们的干事，我们的属亲姐妹已经要届龄退休，在今年的9月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属亲姐妹，我们的干事祷告，因为她忠心的在我们荣光堂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请为她祷告。那另外我们要聘请新任的干事，那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提供一些这个资讯，或者是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有合适的人，请他来写这个履历表，然后给我们或是给我们的介良干事介良执事，让我们可以做这些的安排跟规划。那请不要直接拿给那个办公室那请交给我，或是交给我们的那个这个介良执事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好的规划跟安排，然后安排这些要面试的事项谢谢，以上谢谢。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只想赞美父子生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人站立，我们请新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和我们所亲爱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我们在订阅中为今天的报告事项来祷告。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你会后可以到后面牧师要为你祷告。